字得灵启蒙，这是文字上咱咧讲讲天理。那么在依法修的理，得到这个理。所以有人说，我们说你要去吃肉，做一些物件来净化我。但是你要未持续进前的物件，连文你的发展地位广都没有办法去步入，连文字的这个听闻的声音咱都无够，你说我们开社会吗？咱的耳孔是长了一个外口物件咱过去，目睭就一个物件外口咱过去。所以因素咧，咱家己之外，有当时是咱懂用手之下，听经闻法，这是基本的要件，绝对不可以的物件。这是无我惭愧啦。当日即句，就爱家己勉强家己爱去看经，无啦是咱嘛无爱看经，你看经是太好听。人若咧困，咱就伫遐咧带他们，给他们就出来了。人咧碰到你迷茫，咱就对咱流汗，点点微微出。人若碰到你真好的时阵，这迷茫一边的时阵，咱大家在咧提心吊胆。为什么咱安尼？书面所在，必然嘛，你叫做后壁。咱嘛会使有种责任，嘛会使有种义务，嘛会使有种书面。所以道理要听好听真正啊，道理要听好听一条对啊，要听少少嘛一条对啦。但是有当中我拢看你写了好，是每一句听来了，会当互你家己生活，会当生生世世当度化，这才是咱的修行工，道理咱去听啊。啊，你要听好哈，伊要听困嘛，人注意，这嘛无勉强。你要听好哈，要听别嘛不要紧啊。以道理就是安尼，它就这么真实，这么平淡，这么无味。唔是咱外口讲故事，咧唱歌，还是咧演戏，但是也说咱也说啦，也在那别讲啦，个议论咧都是啥？无有于当前的一切事情所否。所以咱真正当下要开悟了，咱咧生死代志是啥物？就是时时刻刻传传到你以外听到咱就一地清妙，要日理生妙，一定是咱的地位清妙里面里面。哎，一模一个了，别安怎？我闻性命的性功能。所以道理当然咱讲。可你大陆人，大陆买当看，有理无理，大陆是理，看伊查是查嘛是查，拢去查，就看你安怎讲，也看你安怎听。但是你心茫去互北去，茫去互北去，茫去互积极，
民好景，人我要找足够，找固定天，这个都是不是我们智慧所有的东西。但是你即使有地位，你看这法律会感觉哦，虽小道嘛有所关，虽然是小小的法门，小小法嘛是有道啊，嘛是法门啊。虽小道有所关啊，地万兄弟啊，我会不但是咱所学的是透过地位的关系之下，要以有效用来思想，带成不是先进。咱毋是要天天伫咧小理小辩，就是咱我今天讲的，你熬夜小完的，毋是啊。人的智慧，它有无限的潜能，无限的光明，去打开我们内心真正的过去世以来累积藏下来的无名的东西啊，那些要你呀，你人行不行，我们进步了。但是一点千金的关尾时候，你再有轻轻的去关下去的时候，我怎么有这个烦恼？我怎么样有这个愚痴，有这个嗔恨？我终究将你要造出来，你内心要挺客气，很好笑啊。这本来我你呀，看哪气质人造出来，咱他有种使用出来，哪里可以，哪里不可以，哪里好，刚刚好，没有东西，话没有东西，哪里刚刚好。只要你适合伫你内心的世界，达到真正清闲自在、安详无碍的条件，你的心感觉心安，立笃定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境界。我当下，我现在很快乐，好像很好，欢乐的境界。感觉这个心跟咧是真清净，嘛无分挂碍，嘛无啥物攀岩。毋过我动嘛好来是，家己为什么世界运用无边，了了无明白，了了清楚，了了分明啊。当下智慧就在你身上，你的烦恼什么无明什么东西，那个东西不公触碰。迄拢是希望自己加入咱内心的世界，互咱的心产生到这个物件，看袂开，放袂下，执着。不相信我们每天去看你自己，看我自己。你大家的烦恼会到时，我烦恼有得错，到时我要买50块，就要给我的，也袂是的，做烦恼的。今日出来个烦恼，我看的好代志无？但是我今日出去看的烦恼，会要发生代志无？本来无烦恼，烦恼都发生啥了？这个是烦恼，是多余的东西。烦恼就是无明的开始，烦恼是这无明的，扛在身上，咱无落去，清楚看这个物件真实。好啊，这讲成这样，以上是问题。自由计算呢，是不可思议，是不可思议，其中具足菩萨威力大气，具有秘密的功德，极大神力，连连至心持行啊，持行啊，自益而不可思议力，自然净养福慧，消灭罪业障，会了利用生命力量，使则便可畅达如来所发道性之本怀，因此不说法，常常天必严师其义在处。咱经嘛好啦看字嘛好啦，不管一部经，但一部文字。
心的起手，生的词，起的是体的。咱大经讲，起经的功德，经就是过去闹经，这是讲个闹经，你们哪才做经呢？经就是咱的心嘛，心的所在就是有塔的所在。起经最贵的是无经人讲是伊讲出来的，该是起，起就是讲咱本身，起咱这个心。哦，这个密词啊，秘密的起，这秘密的是起。这咱这点不可随意，咱尽用咱人的恶慧、无慧，消灭咱的罪孽。灭掉这个业障，就是这力量。这罪孽障是我们的烦恼障、分裂障。这种障来，咱要消除掉，咱要先有这种定慧的一种境界。所有的烦恼在定中会生起。定中，定的当中，你就会心色。定哪里面？咱心就会亮。善者心就不起，心若动善，咱的内心就不起来。那么当然是烦恼重生，重生是强些的，修障的障。定中能生妙慧，定中无定当中非不能定，无定不能发挥啊。那么罪业上的物件，罪业上的物件，这种嘛是另外来讲。罪业上嘛是空相的，看袂到物件，咱会来，那么是有业啊。即摆来看病吼，就是讲伊治着有病病吼，你会业重啊，你业障啊，你完全接受你心下。无咱来改，无来修经来改，无来教有人讲的，咱就烧掉了嘛。如果这么好谈啊，咱讲的会无做啦，讲的会无代志啦。所以讲，所有在人间的所有一切人，绝对不会是人。用钱可以买得到生死，用钱可以买得到我们的运途。但是这个物件是有形的，是咱的外在物件所加的物件，咱心性上，咱的无八件头了是一层。这个是啥物件？这个是咱过去有用不变的业色素，伫咱心性中卡。所以过去人讲，既然事情是天经，为何会业？既然事情是公平，为何有报应？既然是清净，哪里有烦恼？那烦恼从哪里来？业障从哪里来？都是从我们心起来。从咱的心烦恼的妄想心所起来的。所以业障消掉，地藏的烦恼呢，恶障的烦恼呢，当下即定消除。这咱生住者呢，定为种的重要，生住的种重要。初阶便可证达如来所悟性的本怀啊！这物件若完全拢总消除掉时阵，伫咱的内心的真正的是
是嘞，显，你讲你听我这道理，慢慢由白遐由白进到五，由白进五，入到迄个境界内面，然后呢，经过迄境内了，甲咱内心上过去慢慢了，后面慢慢退掉，恢复你本来究竟清净的这种状态，记忆在手。所以这酒呢，酒原理呢，原理叫做多罗尼，多罗尼，翻译先用文的总是两字，总一切功德是无量的义理。多罗尼，小说一经啊，但是伊嘛是总是啦，总是。总持子啊，黑人啊，那终极一切法，就的意思说，它能够包含所有一切法里面的一个终极，我们都修得到。只要你心动，我们天天知道，心一动啊，心来动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知，外界不知道。所以终极等于呢，是讲终极一切法的意思啦。而且连行业一切诸经妙这个事业的这样功能，也要行业所有一切诸经妙的所有一切功能，只要咱的心慢慢产生呢，我们一切法就会应用到。咱的破解是心所现的。讲到三界，讲到法界，都是唯心所现。这个包括三界嘛是唯心所现的，但是终极是，你终极的这个心，终极一切功德是无量的义理，就是说含摄所有一切诸法里面，在咱内心会当拢总嘛，是不是啊？你讲终极就是个对啦。藏看晒的吼，藏下人杀起来，规人看肉藏看。你讲嘅才真好，总规人换起来，还有终极。好，那这是一个义啦吼，这是翻译的一个义。那么这段呢是发这功能，拄好真实是真实印证，并不是理论。如上文发这为主所实修而证的无上菩提，是真正确实啊。这段文，它不是理论啊，就义这不是理论啊，这是实修内底所证的无上菩提真正确实的物件，什么呢？不是语言的，我这个问题我太多了，后壁咧，不是语言的啦。我讲讲是讲那气球尔，讲几个意思？这后壁你看咧，伊讲高低，高低者，高低啦吼，高低发这高境，高低，这是讲对面啦。伊讲，诸菩萨以所修有这个智慧，会当突破所一切因缘，会当修持到正门、落下，迄是阮菩萨的境界。那么拢是由这理念内底发这内底所成就出来。菩萨乃成就体之有上菩提萨埵是以发这波罗蜜多究竟正觉法，三时阵也是以这个发这波罗蜜多而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以此为果，所以说这发这波罗蜜多的功能。这个果地，观自在菩萨，观世菩萨，讲些人啊，观自在菩萨，以我拥有的智慧发这正教一环，三世诸佛伊嘛是用发这正教无上正等正觉，意愿法，意义样。那
种种的外力，互你心中不如意，种种考题，互你感觉讲对倒，有亲像产生了鬼道、福道、体道，这是无上满意的。上解就是安尼，因为你来加一个魔，加一个生活的，我的无惊无损的感觉。所以，出来动念去发一个善心，菩提心呢，无叫上天堂，就地人安尼。这是发大愿心的哦，那咱这发这小心小地哦，无好啊，就唔敢出个。我讲无，伊个看你这个漏水源，看你个皮毛的含门啊个源，我连看都无看。但是你来讲，我这世无是我袂知，我绝对无是唔愿做人，唔愿做人来做我哩。种唔愿做人，算做地下，做地面。那么迄种的规律，无法教你当人家是好的。咱讲是无啦，咱讲，咱实际就是讲，即个讲，我明仔日要做啥物代志，伊就会啦。哦，有影，有影是安尼吗？我明仔日要做工书，互你看，无可能捌字呢。我要做厨房使，互你看，我来做就对啊。你讲下做炒蛋，今天做炒蛋落去，你讲袂晓？你要发一个量咱，发一个愿，边仔人就怀疑。所以无法怀疑，我看见无欠无损，就看卖讲真正话，哎呦，真正是钱呢，无简单哦。我这无简单，考到哪会使？所以佛祖当时伫菩提树下，就来招受遐魔王来讨我讲是咱，就是。唔相信啊，乜魔王啦？古名就是魔王啦，古名就是魔王。翁若要收，某就过去，囝若要收，爸仔某来讲，阮哪就消。啊，某若要收，翁就讲同量去，去卖啊。啊，某就弄家四散，歪家七叉。甲人发现，我这食菜啊，你食菜，世间就咧食无久，人咧食菜。啊，阮阿婆就是安尼，我要叫我妈妈食素食。世间就活袂偌久啊，无菜嘛食菜，一500食食菜。
智慧啦。那么在智慧当中，光明的智慧给咱教教咱无期，所以鱼池就是鱼暗的东西。只要你灯打一道，光明一到，所有的黑暗马上被消。黑暗是咱无明的时间，但智慧呢，达纯属光明的灯，照耀万年红啊！一灯能破万年雨。过去这个时候，咱怎么看电话？咱嘛就人买惊，看了无密码物件。但他就那个收了了，我们所有一切法里面，这间厝内底看的这物件，通通清清楚楚。做简单嘞，安尼尔，啊，来做简单，做开始。哦，讲简单哦，甲教有时叫做大明明就，大光明众，公益至高名叫做无上性。那么有大神甲大圆两项功力相加起，变为了呢，我们达到功德之高，无上无上妙法，无上妙定，无上妙力，这个叫无上咒。这个咒一定要做得到。哦，这个现在咱来个啊，威力威力讲大名叫无顶顶咒，威力叫讲大。咱亲像请一尊佛，请一尊神，大咱的身躯，咱抄下来安做，甲咱的厝内，甲摆一尊佛大样，真正讲一大样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。那么咱如果当下咱的心嘛是有这无上就无顶顶就咧，这为咱讲大咧，咱对什么光明的特性来发挥光来出来。那这个要发挥广大，就来到心头。这条个心嘛呢？
清除一切所有的今是不离啊，是两个人，那么一切国家就是心心一切大好，就是三界心出一切大好，又是一切有情一切大好。出苦练苦，名练苦，一切好。那么咱身心每一天身心一切大好，所发的是物件是啥物呢？咱有看吗？伫咱心甲这心每一天所做的大好是啥物？拢咱在制作的，我毋是咱无人的，我讲讲，我人好我该安怎？所以深深的大苦就是我们内心刚过后，从我们的妄念、妄想、无明数产生出来的东西。人来前好，你感觉喏，敢是看来听来；人来食好，敢是看来听来；人来好嘢，敢是看来听来。那么这些东西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觉得那也对我，那是对谁啊？那你去对走嘛，你去这个。那么身心所感的一切物件来讲，就是生老病死啊。简单讲的，伫生老病死当中，无边变的对待对咱的摧残这物件，这个都可以讲说我们生命所背负的包袱。是咱生命所看的无爱，被爱丢弃的包袱，就是遐无情、遐有情无情物件。这些都是外来的影响所加深到我们身上的东西，加压冲击，咱对面的苦。身心现代化，包括咱生老病死，拢是啊。其实咱三界心所以现代化，当咱要被脱出的世间，脱离这个轮回时阵呢？可以说生死就不大了。你说咱讲死就死到伊话无死变做，死到咱死我看一段剧，可能也无啥物天王。咱个人拍了金，逐工咧烧，逐工咧光，逐工咧杀，逐工咧拜，逐工咧念经，嘛无啥物天王嘛无咧，都死毋死变做咧，说毋敢死生产。啊，人说伫咱家庭，咱一讲一个月一日死一个吼，明年佫死一个，明年佫死一个。8老5日死了了，所以你就讲来冲突，真正冲突。所以讲好啊，为虾米？这毋知啥物物件卡着，或者物件啥货？这个东西因为就是伊是无感触伫咱的身心上啊，伊是拢是外在世界，拢是别人的世界，毋是我家己啊。所以来真正互咱感受到就是三界生死一切来讲。咱也袂脱离这个变形，也袂脱离这个轮回范围。那么，逐工而且咱水煎火热，水深火热。咱其实咱这大世间，有人讲的快乐呢？你问我这食好、穿好、用好、啊开好、啊住好，生活上要倒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。你说你讲无钱人，即摆企业家一上有钱人唔放啊？看伊是毋是逐工做快乐？他面对的社会，面对的员工，面对他的财产，面对他的产能，面对他所有一切的计划，他顶多来管。这无了钱互空间，趁位时阵呢，两回到回，三界生死命，而且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，一切来讲，有情的物件，咱求袂到。既然得不到，我们心产生苦，产生恨，拢会啦。啊，无你嫉妒，偏偏拢出两个，你心肝无心肝，这个喂，我的工资比较久咧，我工龄啊，我住咧20年，你当我5年，你先都靠你，我都先到，结果那里哦啊，公司大些吧，这个东西有钱的东西，我们心会不平衡。当时1000块我是500块，我是准备较少，头家无咧看。我买
理由啊。做人甲辛苦摕要总共100万啊，总共咧，你看你结棍吼，结棍咱袂贵的，爱陪咱热闹。你抽咧，你食咱算顺咧啦，搁迄面迄油啊，移动，你也看你粗细来恐怖。你看你整句吼，你抱怨，我咧句吼，我咧吸咧，听讲吼，我半年袂食饭啊，拢啉咩？啊，为着迄个水，为着这有情的物件，要会感觉会快乐啊，但是咱就无顺咱就要甲为我较好，这是咱个天性啦吼，歹势啦。但是毕竟免个做家己，真正水是咱对这个世界迄个物件会用出来的物件，可比拟的啊，不可涵容的啊，迄个物件无人用比的。所以咱若亲切、慈悲、和蔼、谦恭、有礼，对是要教的啦，啊，嘛教的。但你若感觉极度是非、批评、挑拨离间、相拍、作孽，啊，看你嘛看会鬼啊！你天道无好，你天道咧我大佬安尼，伊啊天道是咱做好无好啦，是咱家己无好。就好像你讲，咱已经行拢用可能，咱已经讲可能就切咧啦，毋是天道无好啦，毋是讲天道无好啦，事实上是咱讲不回收，是咱行不回收。当然，你有回去看着，哎呦，你管倒食出来，应该就是安尼可能就是。所以老师来讲一句话啊，你不要，你不能当道场的君子，你还当世间的小人，你无用做道场的君主，做世间的小人，可得小人，你看咱就可完。这两项这物件出乎灵符名叫独一切果，见法实相，教化遗忘我闻真实不离。有真实不离，果灵独一切果；有灵独一切果，果心念不变也是果闻，真实不虚。这种原理尔，但是这文义咱就咱以后要关照的内容。正法实相照不虚妄，我就解说啊，伊这个讲的吼真简单，来后壁。菩提发这波罗蜜多是真切的了知，这自性发这灵光，本自无足，万德圆满，殊感即业，灵光自然不可思议。菩萨自本依此自性发这义，达究竟涅槃，得证无上菩提。因此呢，这发这光明，无能言传以比拟，心明妙通，殊异不得。所以咱讲到这，毋是讲菩萨有尔，咱哪有啦？咱真正哪有？但是咱有到尾是对咱也看无，因为这不是做观照，观照是讲看家己的心嘛，看家己的行为啦，看家己的言语啦，看家己的动作啦，这个观照。你有在关照，你就有修持，有修持就有修道。如果咱家己观照，心不关照为高，你说你要去关照别人，那是不，那是流传的哦。了知自性灵光发这些本来是有足记的无足，而且对啊，万能一切拢总是圆满。所以圆满的德性会当显了到遮，圆满的德性会当显了伫咱个人的兄弟姊妹，感触到